最近台东县的海边有民众在掠麻鱼仔，过去一尾是通卖100外块，也毋过最近这几冬因为中国、日本佮韩国拢有在吃咯，所以一只是拉到60-70块。冬天东部的海边真冷，不过煞是麻鱼仔会有东部的季节，暗时就出现民众早头顶含沙甲网来海边要来好这麻鱼仔。民众目睭闭甲真紧，要找半透明的麻鱼仔，一暗暝当好到10尾就真好啊！民众讲，这麻鱼仔的价销无往年遐好，过去一尾有100，即马干那60-70尔，但是价销嘛是真悬。若是甲好麻鱼仔当作是副业，其实嘛是袂歹。量不多啦，但是今年价钱维持到现在目前还60-70块这样啦。好麻鱼仔主要是要用来养殖食用麻。台湾过去捌是麻的王国外销日本，不过最近几年受到中国、日本和韩国养殖的竞争，麻鱼仔的价销落来。渔业署为了野生麻鱼仔的保育，嘛规定讲，当年的3月到10月底，在3海里以内是禁捕麻鱼仔。不过华东地区因为原住民传统生活习惯无受到限制，但袂当用机具去捕。只能用手抄网或者是用个人的就是单独作业的方式去捕捞，那不能用大规模的机具，还有电鱼、毒鱼这些。因为寒冷的时阵，东北季风加重，台东县政府呼吁民众要好麻鱼仔，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，嘛要注意在风影，千万莫黑白冒险就落去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